谢看花被上林天宫带走了，江湖大乱，可能要提前了。属于上林天宫的东西，并没有带回来。哼，让这江湖再起点大风浪。他们是谁？上林天宫，千机院。我们行律院同样需要抢占先机。千机院找人，我们清明院只负责杀人，自不量力。我的路就是活路。上林天宫从不受制约，我的任务是把你活着带回去，但你自己寻死，那便怪不得我了。上林天宫要与整个江湖为敌吗？你又要引起血雨腥风了。